2025年11月21日中午12點，無數人守喺電腦前面，手指懸喺滑鼠上面，等緊嗰粒掣變成可以撳。周深深深的巡迴演唱會香港站門票正式公開發售。呢位身高1.61米嘅內地歌手，即將成為第一個登陸香港啟德體育園主場館嘅內地藝人，喺跨年夜為5萬名觀眾獻唱，系統瞬間就被擠爆。與此同時，社交媒體上關於周深嘅另一種聲音又再一次響起，關於佢嘅舞台造型，關於佢嘅陽剛氣質，關於一個男性歌手應該係點樣。就喺唔耐之前嘅合肥演唱會上，周深着住舞台服裝嘅彩排相再一次引發熱議，有人讚嘆身穿美麗嘅衣裳，令人眼前一亮，亦有人質疑咁樣嘅打扮會唔會過於柔美。呢唔係周深第一次面對呢啲爭議，亦都唔會係最後一次。不過今次我哋想換個角度，認真傾一傾呢個話題。因為當我哋喺討論一個歌手嘅外在形象嗰陣，往往會忽略咗更加重要嘅嘢，佢究竟做咗乜？佢嘅音樂到底代表住乜？2025年初，知名音樂人沈巍峰對周深作出猛烈批評，叫佢做娘炮，質疑佢喺樂壇嘅地位，喺各大社交平台掀起軒然大波。呢種聲音並唔係孤例，有評論認為周深呢幾年嘅造型確實越嚟越偏向女性化市場，妝容越嚟越油，越嚟越白。支持者同批評者喺網絡上面展開激烈交鋒。批評者堅持覺得男性藝人應該傳遞陽剛之氣，周深嘅形象同傳統男性審美差得好遠。支持者就反駁，藝術嘅價值唔應該被單一嘅審美標準綁死，音樂人最重要嘅係作品同實力。然而，當輿論場炒到不可開交嗰陣，周深本人其實喺做緊乜呢？佢喺一個又一個城市巡演，喺聯合國總部唱起中文歌，喺一場又一場演唱會度唱到把聲沙晒，喺每一個清晨繼續練聲。爭議從來冇令佢停低腳步，質疑亦都冇改變佢對音樂嘅熱愛。不如我哋睇下有一組無法反駁嘅數據。周深9.29赫茲巡迴演唱會首輪喺內地13個城市開咗20場，動員大約77萬名觀眾入場睇 show。呢個係咩概念？77萬人，相當於一個中等城市嘅人口，全都走入佢嘅演唱會現場，俾真金白銀買飛，用3個鐘頭嘅時間，就係為咗聽佢唱歌。2025年，周深嘅世界巡演由亞洲唱到北美、大洋洲4個國家7座城市，一共10場演出，場場爆滿，萬人合唱。喺北美地區，佢刷新咗內地歌手巡演票房同規模紀錄。喺紐約、喺洛杉磯、喺多倫多、喺墨爾本，無數聽唔明中文嘅外國觀眾都俾佢嘅歌聲感動到流眼淚。佢第二張專輯《反心代詞》銷售額突破7100萬，登頂全平台銷量榜首。喺 IFPI 國際唱片協會發佈嘅統計裏面，呢隻專輯排入咗2024年度全球專輯榜。呢啲唔係粉絲刷出嚟嘅假數據，而係真實嘅銷售額，係一隻一隻專輯賣翻嚟嘅成績。喺2024年演唱會行業整體票房縮水、市場乏力，好多演唱會要打折甚至取消嘅大環境之下，周深嘅演唱會反而逆市上升，成為全年演出市場最大嘅亮點。當其他歌手嘅演唱會門票賣唔出去嗰陣，周深嘅飛卻係秒殺。呢個係市場嘅選擇，係觀眾用腳投票嘅結果。嗰啲鬧佢唔夠爺們嘅人，可能唔知道呢個俾佢哋質疑嘅歌手，曾經企過喺點樣嘅舞台上面。2024年4月，周深應邀去到紐約聯合國總部，演唱專為第15屆聯合國中文日創作嘅交響詩《和平頌》，用中文向全世界傳遞中國人民嘅友好情感同和平願望。周深喺接受訪問時講，喺聯合國嘅舞台上面用中文去唱我哋自己嘅歌，我覺得呢個就係最大嘅文化自信。喺紐約巴克萊中心，佢用大魚、若夢、浮光等等充滿東方詩意嘅曲目震撼全場，有現場觀眾感慨，第一次聽中文歌，居然感動到喊。
呢個係幾多歌手夢寐以求嘅機會，可以企喺聯合國總部嗰個舞台，代表中國文化發聲，本身就已經係對一個藝術家最大嘅認可。2025年11月，周深演唱第15屆全國運動會開幕式主題曲《天海一深》。佢話感覺每一個人都好似嗰一滴水咁，慢慢一齊融入大海。每一個人嘅夢想，每一個人嘅汗水，可能都係嗰萬家燈火入面組成燈火裏的中國嗰一部分。佢有4首原創歌曲被納入咗9年義務教育教材。一個被嫌唔夠陽光嘅歌手，佢嘅作品反而成為教育下一代嘅範本，成為小朋友喺課堂上面學唱嘅歌。呢個說明咩呢？說明專業嘅音樂教育工作者睇重嘅係作品嘅藝術價值，而唔係歌手外表係點。好多人鬧周深嘅舞台造型太過華麗，太過女性化，但佢哋可能根本唔知真實生活入面嘅周深係點樣。周深有一件羽絨裏着咗10年，價值只係700幾蚊。呢件 Natty 嘅掌款羽絨裏，陪佢走過大大小小嘅春晚彩排。粉絲喺直播入面發現，周深喺生活中最常見嘅打扮就係白色 T 配牛仔褲，一件衫可以着好多年。有粉絲甚至笑講，周深個衣櫃入面可能淨係得5件衫輪流着。呢個同舞台上面嗰個被嫌太過花巧嘅形象形成咗好鮮明嘅對比。周深演唱會嘅服裝設計係為咗配合舞台效果同歌曲呈現。設計師會認真聽粉絲嘅意見，不斷改良創新，將璀璨星河融入時尚魅力，為演唱會打造視覺效果。好似演員喺電影入面着古裝，難道就代表佢生活入面都要着長衫咩？又好似粵劇、京劇演員喺台上反串做女角，難道就代表佢唔係男人咩？呢度就係好多人分唔清楚嘅一點，演唱會舞台服裝同日常生活着衫本來就係兩回事。舞台需要嘅係藝術表達，係視覺衝擊，係同音樂、燈光、舞美嘅完美配合。將舞台表演、服裝等同於個人生活着衫，本身就係對藝術嘅一種誤解。周深喺湖南邵陽一條偏遠細山村出世。中學嘅時候，身邊啲男同學相繼變聲，得周深把聲變化唔明顯。呢件事令佢感到好深嘅自卑。佢唔敢喺人前面唱歌，甚至唔敢大聲講嘢。成個初中3年，佢幾乎冇喺同學面前開口，因為一開口就會引嚟異樣眼光。因為嗓音特別，佢曾經俾人鬧做人妖、變態、唔男唔女，嗰啲惡毒嘅說話陪佢行過成個青春期。嗰個喺初中3年都唔敢開口講嘢嘅少年，有邊個會諗到今日佢會企喺聯合國總部嗰個舞台上面，用自己把聲向全世界傳遞中國文化？周深好多次提過，做歌手從來唔係佢第一個選擇。為咗搵食，佢試過諗住學醫，又考慮過讀語言。只不過命運將呢啲門一道道關上，最終佢只可以正視自己最突出嘅天賦——唱歌。由俾人恥笑到俾人認可，由細舞台走到世界舞台，佢用咗成整10年時間。呢10年入面，佢經歷咗太多嘢，被淘汰嘅失落，冇舞台可以上嗰種迷惘，事業低谷時候嘅壓抑。但佢從來冇放棄，亦都冇因為外界嘅質疑而改變自己。佢知道自己呢把聲係天生嘅，改變唔到，咁就索性將佢變成最獨特嘅武器。從專業角度嚟講，嗰啲嫌周深唔夠男性化嘅人，可能根本就唔明乜嘢叫聲樂藝術。喺專業角度睇，周深擁有非常罕有嘅 countertenor 高男高音呢一種聲部。呢一種聲部喺西方古典音樂入面已經存在咗幾百年，巴赫、亨德爾等作曲家嘅作品入面都有專門為呢種聲部寫歌。呢把聲係非常珍貴，喺成個音樂史上都佔有重要位置。而周深唔單止擁有呢份天賦，仲將佢同現代流行音樂完美結合，創造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嘅音樂風格。喺演唱會現場，周深喺流行、國風、搖滾、歌劇等多種唱法之間自由切換，網民笑言睇 show 期間有種美聲推背嘅感覺，
充分展現佢高超嘅唱功同多樣嘅演唱風格掌控能力。喺北京鳥巢演唱會上面，周深搵嚟國家隊班底，去保證頂級舞美呈現。由金少剛領軍嘅音響團隊，加上曾經負責李寧騰空點燃火炬嘅威亞團隊，呢兩個團隊都曾經參與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。當大魚個前奏一響起，20米長嘅大魚道具慢慢繞場飛行，被網民稱為史詩級浪漫。呢一場演唱會嘅籌備，周深同團隊投放咗巨大嘅心血同財力，每一個細節都反覆打磨。每一首歌嘅編曲都精心設計，每一個舞台效果都力求完美。呢唔係簡單咁唱幾隻歌咁簡單，而係一場融合咗音樂、視覺、舞美、燈光嘅藝術盛宴。當我哋喺討論周深嗰陣，其實我哋究竟喺討論乜？係佢1米61嘅身高，係佢清亮嘅嗓音，係佢嘅舞台造型，定係佢用10年時間行過嘅路？佢喺世界舞台上面傳遞嘅中國文化，佢用音樂治癒嘅無數心靈。有幾多人知道周深喺演唱會後台，對每一次上台都戰戰兢兢，驚自己會出錯。佢話：我覺得我每一個舞台都係上一個舞台爭取翻嚟嘅，我要好好唱好呢一個舞台，可能先至會有下一個舞台。一個俾人覺得已經功成名就嘅頂流歌手，仍然對每一次演出都充滿敬畏，呢個先至係真正嘅專業精神。喺一個越嚟越多元嘅社會入面，我哋更加需要培養嘅係對唔同藝術表達形式嘅理解同尊重。藝術嘅本真係於表達嘅自由同多樣性，而唔係迎合某一種單一標準。音樂史上嗰啲最偉大嘅藝術家，往往都係嗰啲打破規矩、衝破傳統嘅人。如果所有人都要去符合同一套標準，藝術仲有乜意思？周深喺宣布開香港演唱會嘅時候，掩飾唔到自己好興奮咁講：香港係我細個開始就好好奇、好想去嘅地方，冇諗過係你哋創造嘅奇蹟，用演唱會呢種方式帶我去。字裏行間係佢對歌迷嘅感激，對音樂事業嘅珍惜，對夢想嘅堅持。2025年12月31號晚上9點，當周深企喺啟德主場館嘅舞台上面，當5萬名觀眾一齊倒數迎接2026年到嚟，當中文歌喺香港呢座國際大都會響起，嗰一刻，身高、造型、性別審美呢啲仲重要咩？重要嘅係呢個曾經喺成個初中3年都唔敢開口講嘢嘅少年，今日用自己嘅方式企上咗夢想嘅舞台。重要嘅係，中文音樂正以越嚟越自信嘅姿態走向全世界。重要嘅係，有一位中國歌手正用佢嘅聲音俾世界聽到中國文化嘅美好。正如周深所講，堅持自己嘅文化，慢慢咁研究好，做好自己嘅事，一定會俾人睇到。10年前，佢喺中國好聲音嘅舞台上面唱《歡顏》，台下有人喺度質疑。10年之後，佢喺聯合國總部唱《和平頌》，全世界都喺度傾聽。呢個就係周深交出嚟嘅答案，唔係用爭辯，唔係用反擊，而係用作品、用實力、用時間。佢用咗10年證明，一個睇落唔夠爺們嘅歌手，可以企上世界最高嘅舞台；一個身高1米61嘅男人，可以成為77萬人追隨嘅偶像。一把曾經俾人恥笑嘅聲音，可以成為傳遞中國文化嘅載體。或者呢個先係我哋真正應該討論嘅，乜嘢先叫真正嘅實力？乜嘢先叫真正值得尊重嘅藝術？當我哋用單一審美標準去評論所有人嗰陣，我哋失去嘅唔止係藝術嘅多元性，仲包括對人性嘅理解同包容。你點樣睇呢一場關於乜嘢先係男性應該有嘅樣嘅討論？你又覺得一個藝術家應該點樣先至值得被評價？歡迎你喺留言區分享你嘅睇法。如果你覺得呢個話題值得俾更多人去諗一諗，唔記得撳 like 同 share，等更多人一齊參與呢場對話。